26号就是选举日，各组候选人把握时机，纷纷举办选情之夜活动，凝聚选民的团结心。台南市东区市员候选人蔡旺全，25日暗时6点半，号召选民做伙出来扫街，希望会当争取到赶济选民的认同。蔡旺全伫咧出发进前，更是以跆拳道击破的功夫，展现冲破难关、赢得胜利的决心。来，我们蔡议员，我们先吹下去。今天晚上其实每个阵营都在抢救。那其实我们的选情都非常的危急。那么今天我自己本身也是跆拳道的主委，那所以我自己也是小时候也是大学的时候练跆拳道。那么所以今天我就带着我们蔡教练明星道馆的孩子们，他们都是台南市的代表队。那么今天也特别呢，来自各个学校的代表，然后义务的帮旺全。在我们准备徒步游行的出发，会来表演一段跆拳的表演，然后一起来做击破。那么旺全我这边也会选了7块板，然后代表7号突破万难，不畏艰难然后能够在危急的选情能够勇往直前，达到这个胜利。蔡旺全表示，这段时间感谢真侪人的热情。参像是大人哥陈建仁、立委陈廷飞、林静怡、尤锡坤院长、三 Q 哥陈柏惟等人的支持，让选情真危急旺全，非常感动。也希望明仔选举会当看到好的成绩。台南新闻赵硕维采访报道。